桃园机场今年1月到5月人客人数，甲去年同期成长率超过2300%。最近桃园机场伫一项国际调查，嘛封选这是全球上好者的机场的第3名。疫情了，新气象桃园机场陆续引进世界冠军新普加比。连4年得到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荐夜市点心小王子龟。机场唯一清真认证6张清真莒肉面等餐饮品牌新店，最近也阁得到兄弟亚尊甲旅游平台评比，摕到全球上好车的机场第3名，只属韩国金川甲美国亚特兰大机场。蛮 OK 的啊，那价钱也蛮亲民的，东西的 CP 值蛮高的。桃园机场这几年因为疫情过后的进步其实很多，我会希望在地小吃的品牌多。针对全世界上无用100座机场，平台调查旅客提供的餐厅评价，平均介绍甲社群媒体发文，综合评选全球10大机场美食排名，也指出桃园机场餐点的介绍上实惠，平均140块5到7都会当享用一顿。价格并不是在世界国际机场消费的重点，而是特色与地方的文化，是借由机场这个国际平台，将我们台湾的美食文化传递到国际。根据统计，桃园机场2023年1到5月出入境旅客大约207人，提升到大约275万人，甲去年同期比，相关成长率达到2311.73%。面对前景回升的旅客量，业者伫面临欠工甲物料起的困境中，安怎运用甲提供上好的服务品质，会是上大的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